台湾真侪重大的刑案，拢甲毒品脱不了关系。以小灯泡的挂喉案来讲，凶手王金玉就食毒。但是台湾的法令，若是单纯食3、4级的毒品是无刑责嘛免起诉的。毒品的持有量若无达到上限，嘛会当简单来过关。所以毒品的遮尔泛滥，是毋是就是因为政府的法令无够严格呢？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 4岁查囡仔遭受杀害，杀人凶手王金玉毒品前科，伊是社区的无电视炸弹，和小灯泡妈妈非常痛心。我还是希望能从根本、从家庭、从教育来让这样子的人消失在社会上面。哪有人对查囡仔这么残忍挂喉？ 对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至少8成犯罪在犯案进程也是现象看得出来。精神科医师嘛点出毒品会让人做出超出理智的犯罪行为。你一直用不当的方式去活化刚刚讲的享乐中枢，你的大脑前额叶它的功能会被越来越干扰，那变成你就缺少理性，所以在那状态下可能会伤人、杀人。 你基本上就跟那一些像狗啊、动物一样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反社会的行为。对惊动社会小灯泡案件，到这桃园业主站长老母的头对12楼跳落去，当发现讲重大刑案每个拢甲毒品有关系。 对毒品分级来探讨，毒品之王海洛因是1级的毒品，安非他命、大麻、摇头丸是2级的毒品 ，FM2、K 他命等等3级的毒品。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，用3、4级毒品无刑责、无起诉；若是有3、4级的毒品，19点9公克以内无起诉。违有罪，就是有3、4级的毒品20公克以上才算违法。如果你今天是吸食3级毒品的话，那超过20克以上才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那如果是4级毒品的话，超过20克以上才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那如果你今天都是在20克以下呢，3级跟4级毒品的处罚只有1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罚金而已，所以相对是非常轻的。 真侪同犯经常出入地检署，因为有3、4级毒品无达到上限，伫台湾嘛当轻易解套。 一般人我们在吸食的人，他其实不太可能持有20克以上，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量。这些人他为了要吸食毒品，没有钱怎么办？他可能就必须抢银行、抢超商，会发生这样的社会问题。如果是1、2级毒品的话，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依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》移送给地检署来做后续的侦办。 如果说是3、4级毒品的话，如果重量没有超过20公克，我们就会依行政裁罚由警察局来开立处分书。那如果超过20公克的话，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地检署来侦办。警政署统计，全台毒品对103年开始不断的升悬，到106年，冲上58515件。另外，抓到毒品嫌疑犯104年53622人次，105年有58707，106年内达到62644。已经有一些修法的方向，也就是针对以后如果违反3次这个施用或持有这个案件的话，目前法务部是规划有毒品防治处遇的一个讲习的计划。那如果这个讲习计划你又没有去落实去这个上课，可能后续就会移送给地检署。 根据统计，106年到107年新兴毒品的人口，也就是第一次食毒比例的人，第一级的毒品对1297个人到1244，减少4.2%；第二级的毒品对8379个人到7065，减少15.7%；第3、4级毒品对6453个人到5854个人，减少9.3%。虽然对数字来看，每当拢有减少，但是涉毒、含涉的层面上看，无定先积极修法，才会当阻止毒品扩散。